切记皇帝为人，一日切记皇帝天下归人言，为人有己，其有人何在？但言话，请问其律邦，自话非礼不事，非礼不听，非礼不言，非礼不当，但言话。回水不变，请恕属故意。第一章，中江文言，自话出门自见大兵，使民自成大地。既说不一，不思无言。在当不完，在家不完，用将话。用水不变，请恕属故意。第三章，司马游文言，自话今夏其言也念，话其言也念，是为之今以后，自话为自然，言之必不任何。第四章，司马游问君子，自话君子不忧不哭。话不忧不哭，是为之君子以后。自话内想不疚，夫何忧何哭？第五章，司马游又话人该有兄弟，我独无。自下话相闻之意，书生有年，富贵在天，君子敬不息。古人讲理有理，四海之内，该兄弟呀。君子何犯何不兄弟呀？第六章，主张文明，自话禁论之境，苦修之所，不行言，可谓名也意义。禁论之情，苦修之所，不行言，可谓万家意义。第七章，主讲文政，自话作诗作兵，民心之应，自狂话，必不得已离去。无须三家和先，话弃兵，自狂话，必不得已离去。无须之家和先，话弃息。如果该有事，民不行不得。第八章，不知行话，君子之地意义，何以为为？自狂话，是何夫子之说君子也，恕不及先。文有之也，即有文也。可把之国，有天阳之国。第九章，爱讲不如有力话，天机养不着，如之何？有力对话，合天好话是我有不着，如之何？其铁也。对话必成着，温笑不着，必成不着，温笑不着。第十章，主张文中的变现，自话主张性，之意中的也。
爱一欲其心，道一欲其事，己欲其心，又欲其事，是协也。行不依附，言只依义。11章，地经讲文静有孔子，孔子对话，关关心心，夫妇主主，讲话现在。心如观不观，行不行，夫不夫，主不主，谁有效？我特别是主，11章，主话天然可以继续者，既有也有，主路无属了。13章，主话天上我有景也，必也似乎相好。14章，主张文静，主话古之无关，行之以定。15章，主话朴刻无文，若是激烈，也可以不断以胡。16章，主话君主相人之理，不相人之恶，小人反是。17章，为孔子文静有孔子，孔子对话静家静养，注释意境，熟感不静。18章。贵孔子还得，君有孔子，孔子对话，过主之不用，随想之不强。19章，贵孔子文静有孔子话，诸杀无德，以就有德，何如？孔子对话。主为静，恩用善。主要先立秉先义，君主之德方，小人之德错，错上之方必严。20章，主张文书，譬如是可为之得义，主话何在？你所谓得教。主张对话，在当必文，在家必文。主话是文也，非得也。夫得也者，即得为好义，察言为关键。如以下言，在当必得，在家必得。夫文也者，写出人理行为，知之不疑，在当必文，在家必文。21章，凡事将有无不无之下，话感文壮德，修炼变现。主话先在文。先是何的非壮的无，讲之恶不讲人之恶，非修的无，一条之分，讲之心以及其亲，非血无。22章，凡之文人，主话爱人，文地，主话义人。
还地未散，说话孤的出自昂，灵师往家的还地退，见诸下外，上呀，我见有夫子的问题，说话孤的出自昂，灵师往家的何为呀？诸下外。富在简好，顺有天下算无尽，孤葛遥不仅食万亿，通于天下算无尽，孤以问不仅食万亿。23章主讲文友，主话中各见得之，不可即止，不自入言。24章将主话，君主以文会友，以友服人。